市場上面好多人想用 Seedance，跟住喺積夢嘅網站呢見到呢要排好耐隊啊。咁而家想介紹你一個網站，咁啊叫小雲雀。咁啊小雲雀呢有一個叫做 Seedance 嘅 mode 嘅，因為佢都係 ByteDance 旗下嘅公司。咁啊揀沉浸式短片，跟住揀呢一個叫2.0 Fast，跟住你去輸入翻個時間啦，同埋你想去出嘅影片究竟個比例上面係4:3啊、16:9啊呢一啲唔同嘅比例，咁跟住就輸入你嘅描述，咁跟住呢，佢就會去同你 generate 出嚟，而佢唔需要好似喺積夢咁樣排咗幾萬個人，跟住又話撈唔到，咁佢大概呢話5分鐘，咁通常呢2分鐘內呢，其實就會生成到俾你噶啦。咁大概4分鐘到啦，今次咁啊做咗一條叫貓片出嚟啦，咁啊純粹喺度行嘅啫。